大家收看福起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婷。哇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都懂好懂喜歡嘅咧，很認錯嘅劇台，記得又有新嘅作品咧，所以我請大家共下來認識下。大家係咪講，乃是有新嘅戲劇好看咧？我咪去，你今日非常歡喜，邀請到咧很認錯嘅劇台嚟咧團組，你咪去教做中華先生。大家好，強情，嘿，我係阿中華，人家講高中喺同學教嘅高中哦。大家好。等一下個吼，正經同佢教嘅高中，接下來呢，亞位吼，佢當後生，唔過吼，所有嘅人工嘅舞台戲啊，人工嘅都佢嘅數項，哇，嚴失去生命力嘅呢，接下來歡迎人嘅曹牛師賢賢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義賢，賢賢哥哥。哇，有冇安定一下咯？吼，同我教嘅高中，剛好你哋介紹一家嘅時間，我就知道講，哎呦，當場平常就會有戲感有做戲哈。故說阿中華先生，也下吼又有新嘅作品咧，我想今日帶來按到電影下嘅舞台戲啊，人工嘅，先教大家講一下客家話好嘅，好冇？每本大家談一下，到底廿拜呢，做哋講係向經典致敬。大家談一下，到底係乜嘅劇情呢？首先從你哋頭前廿個安尼介紹過來好冇？廿個係也係更樣都嘛嘅。鐵皮人，鐵皮人啊，鐵皮人，直接反正就講鐵皮人。鐵皮人，哦，也係用鐵皮做鐵皮。鐵皮人，吼，鐵皮人。嗰個呢，也天意味，也就較難了。稻草人客家有個。稻草，有落個田嘛？細細人講，哦，你係烏幹，係烏烏嘅哈。烏幹人，係時間講烏幹人。係，我後了咪講烏幹人咧。係啊，哦，烏幹人，有鐵皮人，有烏幹人，了解。哦，這個大貓家族的朋友，來介紹一下。也都清簡單的詩嘅咧。詩誒，哦，詩誒。哦，清惡嘅事誒，有23號，其實有23號，大家我一看就看得出來唔啲嘛嗬。嗰還有一個當特殊嘅，就係佢條新創嘅，也係乜嘅呢？齊心協力寫。齊心協力寫，嗰個也係太雜嘅，哇！你都大家做過嘅東東人，但是做過嘅南北多嘛。係啊，我哋今日現場嗬，有人為到呀新嘅戲劇當作來咗，嚟，阿教做啊！哪些講嘅做意思？很應景哦，真嘅。一擺嗬呀，大家又彈出來到底係乜嘅冇？啊，有，阿綠野仙蹤啊，安強咯。呀，一擺嗬，其實貼片落呀，童話。改做有台灣味嘅丫頭嘅乖乖孩，係啊，古時有按到嘅孩啊。係啊。哦。嗰種是想講，你也出去，加條唔要強調嘅友情啊，係除咗講，按叫嘅學校裡頭嘛，該同學應該有同學愛這樣子。係啊。係嘛，讓互相給彼此，那但係你不應該搶別人狗突點點，應該別人穩突。嗰種啊都個戲地都搞夾到舊朋友啦、新朋友，共樣嘅好朋友。我應該託朋友託好來，做人嘅好朋友。錯，哪個都好朋友。嗰種時間我想要用綠野仙蹤安尼嘅故事來改編。我唔係當去想嘅，迄個製作人、那個藝術總監伊講，原來改個綠野仙蹤哦，佢當好了個故事咧。係啊。我咩同學嘅故事，我一看到呀嘅有人物角色，我就直接談到係呀。嗰個其實呀，地度有講到青島，我有勇氣、有信心，嚇互相幫助，安尼嘅感覺嗬。韓國唔做埋會按到丫頭嘅乖乖孩，唔呀嘅孩係點嚟來嘅呢？我都想講，但是人台灣人，即個做嘅腳底下嘅嗰種鞋，買到嘅了後，新鞋係咪看佢一兩下，一兩年。
做到变 Q 的就开始慢慢要看见。真嘅喏，除非講我作啊嘢嘅，作到家下叫做等行上行下，哦，行到山高壁落，一做行到地方也是嘅，慢慢等等，唔像可能鬼神嘅眼神嘅結蟲嘅，摘到幾種係當過，但係幾種係長六年就冇講法，點點嘅幫摘定嘅，等見嚟。咁樣講到係真嘅當胃太用嘅，當胃太，條白毛安尼嘅感覺。咱擺到當胃太。哎呀，大家有發覺嘛？嗬，以前從康家嘅無概念，佢嘅叫康手做嘢嘅藍白拖，誒，家下啲節目開始以前啊，就冇人嘅教做，我就講，藍白拖咁喺台灣爭要做，當中係哦。當鐵樹嘅標誌，而家咩所謂台灣嘅特色，係嘛？嗰時候廿幾嗬，其實要當安尼改變，唔單止係台灣元素啦，嗬，講到你要做青島教研嘅順序咩？嗬，落到我們看賢賢哥哥老師年互通嘅時間，好像就透過這個故事。做得本小朋友就有安尼嘅童心，也一個有安尼嘅興趣，去落到也嘅故事地度。嗰個當然，也嘅有加入嘅客家嘅文化咩？嗬，大家看到安尼嘅人工誒，大家就有當到嘅想象，看也嘅生到嘅樣誒，看起來就唔係好人，個也嘅就清定一下，又有蟲誒，他還會想過都帶有某個巧思，嗰日就係人工嘅所有嘅服裝，你都自家設計嘅。自家從哪自家？全部自家做嘅。個舞台行嗰設計舞台等等，完全咩係自家嘅。做劇團就係安尼，好唔好？做安尼，差唔多錢。啱講你又唔是，反正你要用心做，你戲要好，總係幫社會上社會去看，所以你看到這樣子啊，你戲有意思嘛？那廣東講啦，大家是知道兒童劇，當然的錯誤嘅，唔錯嘅觀念嘛。知道兒童劇當好做，下個成人看呢，有點高差些。其實成人嘅專注力要很困難。成人真係親嚴嘅咧，評審委嘅。好看其實看唔好看。其實可能佢冇做當年金片，當年好幫做北京金當年，你唔好看。可是2分鐘，師傅就開始弄到阿媽。真嘅。啊，是冰淇淋啊，冇可能。你繼續戲是。真嘅，因為你哋其實有非常多嘅作品，好像鏡像當中講生嘢安尼咩？係啊，講真嘅嗰個一個團隊要強下來合作就冇人改啊！嗬。當然家做一件事情就要用心下去做，投入時間花錢，各位發言的也就係一天啊！所以寫劇本間，你係你自家寫呀？係啊，大家聽我寫。因為本意講，我唔講我就要結天，我就要一生人來做呀。你係都想溝到我咧？冇想按到係啊！我想我寫時學唔到，我寫時我爸我妹我爺我數肯定係去看戲，去看布袋戲也有，去看夜台戲也有，看歌戲也有，去看天影。嗰種寫時節太數看寫數，嗰種文圖我係記得。我爸你張證明都你係當相機。係寫下。哎呀，真情流露，我感謝阿爸咩？真嘅，所以條通你錄。基本上當持有，雖然講佢知道詳細嘅事講阿種法，唔一定先生就講唔會做到醫生、先生，我考到先生咧。當然係踢學教嘅，人哋音樂我學到音樂一種慰藉。我單止人講音樂嘅慰藉，但是戲劇嘅救贖。哇塞！去救到我。也就係你嘅。做一個藝術家嘅特質，做得搞就搞出一片天。真嘅，你做出一個收音機架，大家睇到幸運草就好愛去看。你要做個用心改變嘅東西，大家就會幫你下到，好看到。好啦，感謝阿爸，真嘅感謝阿爸。好，既然帶咁多嘅角色來，我想兩位除咗擔任一個戲劇地度，各有3個重要嘅角色。先請賢賢哥哥同人示範一下，你係做咩角色？示範一下佢嘅聲音怎樣嘅呀，佢嘅動作怎樣嘅呀？對，他是鐵皮人，那他的操作方式比較像杖頭傀儡，就是用棍子去
做操作。一般的戏友是手放进去里面，比较不一样。对。那大家好，我是铁皮人。我讲话大概就这个样子，会平平的，会直直的，对，就是故意会把它变成没有声调的感觉。你笑一下给我听，哈哈哈！啊，我今天好开心，哈哈哈！好，跟哪个一个角色呢？除了铁皮人，还有另外一个角色。还有稻草人。哦，好，跟铁皮人就安尼平平的，哈哈哈。跟无关人应该。你发拍吗？其实个剧情里都係模型咩？冇睇喏。冇睇喏，冇睇喏。没有浪嘛，冇睇喏，係冇睇喏嘅。对，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，我会故意把它变得有一点钝一点，然后比较善良的感觉。哦，因为佢冇睇喏。我是稻草人，我都没有朋友，大家都笑我笨笨的。对，就大概是这个。很想要落去想想哦，好楚楚可怜哦。哦，还安尼哦哈。跟亚亮的角色看起来是比较善良哦，好像还有一个是比较奸诈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戏里面比较少。其实就像王娟姐姐讲的啊，她个弟妹，她说这世界上中华没有好人和坏人，有自私的人，常有自私的人。你用慢慢的想到给他发有氧，真的。有道理。对，你去做安尼个是诶。喵，里面当某胆咩？喵。我其实谁说我没胆？我只是，对了，我没胆。好可怕哦！不要躲我后面啊！唔該，兩啥就搞起來啊！嗬，好，等下整到節目當中來呢，然後大家分享下那道阿頭嘅乖乖孩地圖嘅內容哦。我咩是咩頭？我係阿頭，我唱睇假斯貝。你有咩啲人啊？哇！原來家下呢，阿童同佢嘅朋友，佢嘅朋友也嘅係算係佢嘅朋友嘛？唔係，也嘅大王，看起來就唔係好嘅。教總，家下應用嘅安尼嚟講，我唱睇假設備，也就喺劇情當中嗬，阿童是上會講嘅，我係主角個，同大家解釋下一個劇情好冇？哦。嘅夾嘅統考地圖，有啲人會考試啊，有當會考試，有啲人較唔會啊，唔會就當心地圖當會做咧，不過讀到嘅當會考試嚟特別都嚟地講，嚟點講，我當會考試啊，今日考100分咯，佢嘅係矮啊，係啦，睇下都冇答題嘅，冇嚟了，冇答題，不過睇下夾嚟講，我抗言情啊，你哋嗬，南浦講表言情，嗰係係嘅。阿頭就講：哦，人家都做冇答案啦，好啊，唱人都是變好嘛。哦，用安尼去數賣嘢錢嘛。買個友情盡。哦，用唱出歌咯。因為細人較天真，每天而家冇想冇面到按多咩。就想要留佢分享，好啦，我唱是別人嚟講。做得那做朋友。哦。我唱是嘛個那做朋友。哦。係啊，但是有發生嘅事情。哦，唔過安尼算來阿童，係咩平常時，安尼可能較傻皮啲誒。傻皮，可能係安尼哦哈。各位安尼啲規個劇情當中，可有青島嘅角色，嗰有青島嘅朋友，大家向下做伴。唔但唱係人物啦、人工嘅啦，做到好當定下、當sense，韓國人哋啲音樂方向嗬，其實有介於青島嘅客家嘅文化，韓國有原創嘅歌曲。啊，係啊，這個創作，即係講叫無下客家歌嘅，我較難調嘅。但是印象，你去教音樂起來。所以印象，你就會下句嘅就會關係啦。嗰個青春樣還有一個心地都還有一個聲音，創作得下出來。
嗰個你加入客家文化部分，去用到山歌也對，係嘛？冇啦，嗰山歌禮拜上下要搖，像北宮啊對。係啊係啊。禮拜做就薯條北歌。係。因為北宮無處不在，蠻愛做嘅北歌。因為客家人到派4年，因江中人對田、對土地、對田，較要驚，嗰個較遵守。就係一種對天地嘅敬意啦。敬仰嗰個就。嗰個禮拜做就薯條北歌，加對馬思琴啊，睇嘢聲嘢，從總係留薯條北歌講，喺跳，哦，乜樣，比如講嘅阿圖講啊，冇嘅交朋友兩個同學對我唔好，唔好拉佢哋兩個。我新朋友。我新朋友，你當成企業法啊，都嚟變到客話講。哦。嗰個就算唔談唔是客嘅，談叫人都啲，哦，嘅客話朋友樣嘅發言，嗰係啲都係算嘅叔叔兒，算嘢。我算到10，有啲做抗好耐哦，到抗年前啊，葉講葉係葉基本菜係咩葉，用算唔到算咯，你繞口令。係啊。然後低調嘅，有啲唔到啲就啲哦客話發言係咁。哦，也就人講嘅沉浸式嘅教學嘅方式，本體間呢一片看起一片糖，有鹽咯，安尼夾強下，可能佢就會講嘅嚇。可以不着痕跡啊！哎呦，冇撩出嚟乜嘅。真嘅，家講到講安尼嘅音樂方向啊有一家創作，連音樂咩興嘢一家會寫啊？一家寫，作曲咩唱到嘅。同我寫兒嘅加音樂同學技術林老師，佢咩當有名哦，佢咩金曲獎常客，哇，寫很厲害，哇，人家做網友也衝嘅，神奇嘛。佢就係嘅地度嘅動快嘅豬豬蟲，唔係魔怪嘅聲音，咪會變做豬豬蟲嗬，就係為台灣賣命了豬書嘅呢。真嘅呢，我看下嘅安尼戲劇嘅劇本啊，就是當神奇，呀豬豬蟲有首歌曲，你叫我來唱好嘛？好啊，其實冇聽我彈。好，哈呢，呀豬豬蟲真嘅當定一下哈。你睇咩當你可以下次我嚟，烏克麗麗唱。好，你叫我來唱哦。我煮完太叔變寫書，寫書煮完變造書。我煮三芒煮，我pan麵煮。哇，等等一下，我跟他談到吼，也豬豬溝通安尼，個蟲誒同台灣吼，我就知道小朋友一聽談咧就知道講，我咩冇想要變做豬豬蟲，所以佢等等一下，嗰個看下故事哦，去記住心感度就會有感覺啊，哈，像安尼個舞台戲啊，我跟他看仙仙哥哥，我本來我做呀額頭嘅時間，我知道。什麼嘢咩上啊出動喊咩哈？唔過我看呀，仙仙哥哥本來做鐵皮人，也係稻草人嘅時節，當溫順。唔過因為做呀台灣嘅時節，仙仙哥哥那一隻真係正經嘅，你是那個溫柔的呀嘿呀台灣嘅性格嘞。平常就是比較害羞，比較對比較，所以等於說演戲的時候會把角色。融入到角色裡面，對，校長常常教我們演什麼，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緒灌到那個角色裡面去。跟你有知道嗎？你在演戲的時候，其實是表露你內心另外一個自己，有按呢嗎？有一點點。真嘅哈，佢家小到本人會驚呢，真嘅咯，就係你嘅感覺。睇下看到一個舞台戲，講舞台戲咩哈，掌中戲，一下看到一係算係，其實也就係成創嘅哈。唔過係係一下，你哋係要用到嘅傳統嘅嘛？有，係係有傳統嘅。會那個變出素材，變出味嘅，變到個劇情地度，冇硬搞，硬是搞落去會出到個老劇情，完全冇關係咧。哪一路搞一路？跟你知道形象比有冇共樣冇？看起來視覺安尼個感覺呢？唔會咧，人家戲戲好看，人家講嘅八十四就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哦。
情理之中，意料之外。点都有 surprise 啊呢。surprise。哦，跟你吃的贤贤哥哥，你在玩这个传统的戏剧，一个掌中戏、布袋戏，跟我呢醒聪哥有不一样吗？你觉得他的技巧各方面？应该说，因为传统的戏有它的动作有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会把传统布袋戏的一些动作融入到比较现代、比较创新的一个动作里面去。有点基本功还在啦。基本功还是哎。哦，不过安尼讲起来，其实有青岛红门哈。那今日甘做的唱一条来教我一下，我也想来学一下。我刚刚那个阿桃哈，安尼架势安尼反身啊哈，当初还会做的披上音的哈。不过真嘅迄讲安尼传统嘅，哦，都有意思呢。有没有什么很高难度的技巧，或者是像俺那个初学者做的吃考哪个？哦，有一个叫翻转。翻转，对，那翻转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手呢收起来，好，对，只剩食指在我们的偶头里面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利用它脚的重量做一个旋转过来的一个这样子，哦，安内，对，好强啊，有天分啊，安内做对了，耶，懂吗？很高呀，那有按后就够乖的哈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把它转回来。哦，转回来。对。哦，哎，真给呢，它是一个巧劲哎。对，它是一个轻轻的，就是利用它的一个重量去摆动它。哦。对，那这个也是布袋戏里面常常用到的一个动作，因为我们的戏友我们走过去之后，我们舞台是平面的。哦，对，所以转身，对，要转身的话，就是我们手没有办法转过来，所以我们的翻过来之后，等于我们的手掌还是在前面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戏友转过来，我们就可以再走回去。哦，黑暗呢？对，动身去。好，也较简单，有没有高难度的？高难度有一个叫后空翻，翻跟斗。那一样，我们先把手都收起来，只剩食指在我们的偶头里面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手稍微往前面倾一点点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把戏友呢往空中抛，然后让它转一圈，好，让它转一圈，然后下来的时候再用手去接住它，对，就是，很强哦。那没有来挑战一下，我想第一摆好嘅人咁做得成功呢？嘿，大家做第一个礼拜哦，冇咁简单哦。好，等下都再嚟繼續同大家分享，無論係傳統嘅布袋戲啊，講亞擺嘅阿頭嘅乖乖下，要聽到神奇嘅內容哦，聊一下。終於哦。係，報告總員。我哋嘅老嘅北公司嘅欣賞嘅書誒，雜動到嘅嫩嫩嘅葉誒，幫總員搶慢用。三神來也，想變到國泰，守護山林。係啊，愛嘅豬蟲，再個伏擊一下咧。地就小小嘞，小小的，等下，终于，怎么大概每个做坏人的都要这样笑啊？谁都安呢？我也不知道谁规定的。俺们比啊，不知道。规矩上。做唔到！嘘，下世上等下記得出來咧，好看嘛，當好看哦！家下一社團啊吼，無見嗰片段啊，個有戲劇當中，咩當場轉到安尼老觀眾對話安尼講，吼當神法安尼啊吼，迄個大家當場去看幾出戲劇，同大家講做得 nice 都哪邊來看呢？哦，嗱，各位詳情報告一下，就都安尼。8月26，半夜都會台北的客家文化園區早晨10點1場，下晝2點1
一草，台北对个电柱路嗰邊，唔是前的哈，哦，反陽太陽土生的，一次有入場係啊，入場，哇，很讚哦，佢9年以後誒，有兩場哈，都個苗栗的客家文化館嗰邊，當中係咩土料嗰邊，係咩唔是呢個，應該係嗰邊，咩早晨一場，下晝一場，哇，下一場我買票嘅哦，買票嘅哦，好，深夜啦，深夜26號係嘛？啲大稻埕嗰邊，啲台北。但是有人看過嘅就講伊話很幽默，真件好看，很上個仔個。哎呀，有咩老王賣瓜？很傻皮，唔過講到懂食材哦。本體個看哈，還有青島詳細資訊，其實送你的粉絲專業哈，大家很運錯。你有劇團就懂到嘅資訊哈，其實除咗安尼哈，有戲弄嘅高演順飛躍開始了。哦，你出去嘅即做，然後做嘅輕音樂劇啦，音樂劇哈，佢做嘅地度嘅一個失智老人，佢一個妹安樣嘅來相處，人家講唔想我迄當簡單嘅，啊唔過強下神法就冇強用了，唔安樣去照顧到老人家，佢因為伊唔記得。嗰個脾氣會變，記性會變，嗰個顯示落佢上嘅目標，也就會一下同你討論嘅實質嘅問題，尤其高齡化嘅社會啦。當然唔做得視若無睹用嘅，用幾成語用嘅。視若無睹啊！視若無睹，你做唔到，它是存在，佢錯啊，因為但是人會講，人講出來嘅東西很歡樂嘅事情，但是人。重要就唔記得，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你要去面對，你要去處理佢，先想好啦，免講咱唔會搞出亂產。係啊，亂體心情。而家嘅議題咩喺度高演地度嗬，就係講由青島嘅後生子弟來分享，不如就從細就對人生也講，看到不卡嘅老人家樣嘅，佢哋有一個安尼做得同理，也係講做得有一個包容，也講愛佢哋接受安尼嘅心情去面對。甚至於也唔係去搞不卡嘅老人家，愛屋及烏。係錯。幼幼以及人之幼，希望佢哋對配到朋友嘅，配人嘅，配到不卡地度嘅老人家，要做到講，對地上對世界親人。真嘅。哇，安尼教咗動有安尼嘅人老人之間嘅溫度，當初一開頭就講嗬，人跟人之間不應該只有高度，應該有溫度啊，哈。兩個巴高阿爸又會感謝阿爸。用心個苗頂嚟填乾頂。係啊，真嘅，哎呦，安感動啊，嗬。係，也就係一生嘅嗬，也其實也係一種當重要嘅態度啦，嗬。不用到安尼嘅戲劇地度，不用到音樂劇地度，就同樣有安尼嘅感動人心嘅安尼故事也好，寫嘅出安嘅生命啦，嗬。係啊，其實大家家下看演節目，韓國呢，無論係講傳統嘅偶戲啦，嗬，也係講嚟重新改編嘅嚟布袋戲哦。大家有發覺冇？當然高中嗬，佢一路韓國來，無論係劇本嘅創作、音樂嘅創作，佢即個嗬，校長兼莊中就係佢，嚇，很好笑的笑。總把欣賞，其實真係動用心，個人也突然後生之體嗬，賢哥哥。今年哈，22歲，20出頭，你講你嘅布袋戲搞到懂吼，真的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玩？你用做得搞到暗後呢？因為布袋戲它是我從小的玩具哦，對，我大概是從3、4歲其實就開始在玩布袋戲了，這樣子，對。哦，呀，老一般人上嘅冇用用，因為呀3年3、4歲搞布袋戲，我想你就是布袋戲世家，錯嗎？對，我的阿祖是李天祿老師啊，也就係李天祿大師嘅神嘛，你還給他神嘛咧？請嘅啊哈，嗰時候你這樣算是第幾代傳人？1、2、3。第4代。第4代傳人，所以你還是想要持續老家嘅文化發揚下去，繼續傳承。對，我想要把它做得更好一點。哇！你不要這樣講，那麼好聽。你有玩到？你去外面你也找不到工作。你有做得安尼講的哦。我當時了解哈，人講傳統嘅文化、經典嘅文化，又講這是我們很重要的文化精髓。唔過一下對呀，後生人啦，唔講一個重點，有人講我去做像阿爸講嘅醫生，又講工廠師，又做乜嘅
可能他说我马上就可以领月薪，要讲我可以就学校毕业就出来。不过你要哈黑可能要有剧本，你要有培养你的后面的接班人，你要有个团队，你要透过戏剧、透过艺术的方式来存钱。你觉得这对你来说会辛苦吗？会辛苦吗？辛苦是一定会辛苦，可是算是一种感情吧。对布袋有一种感情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就是做布袋戏。对，就是有一种使命嘛，也不是使命，就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布袋戏。对，真的很喜欢布袋戏。哇，好感人哦！没有第二，真的没有第二选项，没有第二选项，没有之二，没有之二。从小就是这么想吗？对，从小时候就很想要演布袋戏，就很喜欢布袋戏这样。係唔係因為你嘅算阿太嗎？阿太李天禄大師做到按有名，各位你們家其實在這一方面也是備受大家肯定跟尊敬的。嗰時候本人吃到安尼咩，很光榮，很有自信，安尼係嗎？其實因為像一般出去，我就是不太會跟別人講，我是那個阿祖的曾孫，因為他太厲害了，對，他太厲害，所以他的就是跟他比的話，其實很多人會說啊，你是誰誰誰的曾孫哦，我了解，反而會有包袱，會有，也不是包袱，就是反而會讓自己要必須更進步、更練習，就是不能讓可能阿祖或者是以前那個爸爸、阿公他們丟臉這樣子，對，會變成一種推自己的一種動力。哇，真感動有心誒，繼續加油，這你一生的志業。我哋要被繼續支持，看你們做的好戲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。哇，真嘅，先生而家哈林陽咩都結束吼，而且到台東到青島偏鄉去做青島，真嘅也係教育嘅事情，教大家教嘅事情哈。有冇嘅生意嘅回饋，本知道特別感動嘅？哪一項？當感動嘅，你像個去年去台東嘅孤兒院，冇看見有腦性麻痹呢。天年去夾嘅病人，記得去年給他教師誒，小綠兔尿毛來，有美美歷險記有一隻小綠兔，那小綠兔尿毛來，結果我嘅團員就做一個當工做一個新的小綠兔，我送去，讓你個生意能力做起來，給特殊教養。嗰今年呢，都個台東嘅夏令營，哈林陽嗰邊，有隻阿爸就騎電奧多拜，不敢看毛啦。就可能就當普通的像做事做處理的苦力的嗰種廚師人，所以人家生意響60年以來，七家介紹七家嘅生意就講客，你講係客法，佢堅持我喺河南幫佢搶修，即個做嘅結果佢畫彩繪個三幅個當個畫圖個，那個藝術設計嘅學到，咱自己學到啊。那個當家，哇！記得英國嘅相片裡頭有冇帶來一個送家掉嘅，你看到佢當感動，結果經佢結業時冇來，我哋做嘛？家媽媽也帶定家子，佢啷個一隻夏令營幫差創到。哦。佢為咗看係條嘅去表演，都太普嘅池上嘅表演，當都關山看南浦條富年嘅咪起點，我都話，他們20-30公里啊。烈日當空啊！你去過台東嘅人都知，你跳當主人都知會曬到糊糊，會曬傷，會曬爽。佢幾點做點嘢可能小下下要轉。人家就講。感動，安尼就有架車，就繼續做，好做盤大家繼續來支持你哋，好冇？應該啦，生意係像天使，angel，冇做強親民透徹。係啊。是講喺太原那一邊的問題。哎呦，透過嘅戲劇，哈，繼續傳達人老人之間嘅溫度哦。今日真嘅再次感謝高總，感謝賢賢哥哥。好，歡迎大家愛看下來看阿頭嘅乖乖孩喲。希望大家今日嘅收看，等下繼續聽人欣賞嚟做運動了，上來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